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5，申命記6章40到50安尼讲：以色列啊，你着听，耶和華咱的上帝是獨一的耶和華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力聽耶和華你的上帝。三甲來祈禱，我們真心、真性、真力聽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專心所倚靠的上帝，你是用無盡的憐憫疼痛聽阮的天父，主啊，求你開啟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見你為阮備辦的豐盛恩典。願你賞賜阮有對你來的願望，互阮佇無論拄着什麼款的境況，攏知影你得掌管一切。主啊，求你引帶阮進入應允的地，互阮見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世間一切攏無通幫襯，只有你是阮的倚靠。阮親做在耶和華阮的上帝，你是獨一的真上帝，所以我們真心、真性、真力聽耶和華阮的上帝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